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咪咱来读这个教育部的朗读稿，要来读115年度，也就是2026年的这年上新的这个稿，要读学生组的国小已经8篇有读6篇啊，所以后手搁2篇啦吼。互我淡薄仔时间来把迄个连结分享一下。等我一了。当然我伫迄个啥 YouTube 我是有直接开直播啦，只是有当阵啊，我会手无小心，也是安怎吼，就是失脚擦还是啥，所以我甲即个庄仔文博士，伊有甲目前所公布的遮个学生组的文章，一篇一篇拢甲伊画顺，就是讲要安怎变调，吼，迄个到底要轻读，还是一般变调，还是啥物的迄，伊就是画顺。你伫顶悬即个连结应该会使看到。当然，我嘛会继续搭伫咧确认网上课啦吼，所以你若有兴趣，不管是顶悬的连结是115年度的文章，或者是确认我正代是第一条是目前教典过去这几年所收录的遐个字数，啊，第二条我是放应该是学生组看毋不管庄仔文博士伊所处理的即个文章的变调法内底，你点入去内底迄就是有文字啊，甚至迄个下底敢若佫有连接去出版社的声音档，遐出版社因为伊有去请老师，遐老师常在拢是专业的，甚至大部分可能凡是拢已经有教育部专业级的认证的，所以原则上读念的声音无啥物问题啦。当然，凡是有一两字啊，迄个词的变调法，可能和你的腔口无共款啦。啊，当然，我未入去听，有其他的友志听咧讲，敢若有当阵有一两篇啊，一两字，迄调真正怪怪，这嘛毋是无可能啦，因为咱平常时啊讲话就可能会颠打去啊嘛，何况讲即种考试的资料还是啥的，就是有当阵啊会小可颠打，对无？因的中国话有一句安尼讲，啊，毋过讲久了，因就会改倒摆讲，啊，倒摆安怎讲呢？吃芝麻哪有不掉烧饼的？迄嘛甲台语嘛是有类似即种的啦，就是原底要讲伊话讲都无讲介顺，然后就甲伊含糊讲法。原底是讲一句话就袂晓讲，袂晓讲话嘛。抑毋过为着要表达讲，伊迄个袂晓讲话的程度是严重到一句讲就袂晓话。一句讲就袂晓话，所以当然讲甲话，迄是袂晓后壁一定是倒动词嘛。啊，一句啥物话后壁一定是接名词嘛。啊，所以本正是讲话对无？讲是动词，话是名词。一句话就袂晓讲，这是咧骗笑，还是咧讲一般状况嘛？啊，要甲含糊讲法，就是一句讲就袂晓话安尼。当然，每一个语言拢有伊即种跳谈还是笑亏的所在。好，既然罔听，反正我就讲，都含内拄好，时间内拄好。台北时间毋是9点40点，做伙来遮读歌册。啊那9点进前呢？9点进前，随我就继续来读这本拿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因为这个《开花结子》啊，柯文哲董事长因我是前董事长，即马董事长是拿春水哈。进前因我那嘛有甲迄个啥，那开花结子摕来请做因理工局基金会读念的
读社会读的迄个读本啊，所以反正因去读因的，我就继续读我这部分。反正这内底真正足侪迄种三字词、四字词安尼，所以大家朋友有兴趣啦吼。一个你像王林王，歹势我毋知影读念，你就罔听呢，我就继续读落去安尼。时间换看对2010年的5月，阿伯啊，因兜的电话在等，查某囝阿如甲老爸讲：阿爸，这通电话决定是要找你的，你爱去听。阿伯目头夹活来，我若正惊去接到要讨钱的电话，才会揪揪立立，丢拄2-3秒，甲碗箸揢落去，心肝胆胆刷去野话筒。有听到迄头69岁村妇先开嘴讲：你阿伯啊，是毋？甲知影毋是债主要来讨钱，阿伯紧回话讲：无久啊，我是宝啊，2万块回去啊。毋过网东阿金闹问，你是袂使讲我有寄钱来哦。无久啊，我知。阿伯啊，家己伫想，即阵啊手头红甲鬼要掠去，若毋是一着2个阿舅前前后后拢就抓逐个日，要倾2万块，互我做抚养大姨啊，也就是金鸡啊的所费，太有互伊来遮吞大的道理。较侥幸的是，2个阿舅阁创一拄真金4万块的定头做利成外，嘛拄好通付阿如读私立护专的注册钱。我有小可丢拄头壳摸伫小骨啊讲，就随丢掉啊！即有当时迄种迄个啥论述的角度，有当时我会感觉怪怪，因为伊即个顶一段伫咧讲阿宝，也毋过我会掠无讲作者的角度是到底是上帝的视角，用第三者来看，或者是当事者的角度。所以明明一开头是讲阿宝啊，家己伫想，然后才讲互我做收费，还是因为家己所以才用我，这我毋知影，这可能我是我写作能力也无够的所在，我就继续跳落去。阿舅有照好照行，逐个日甲钱汇入来口座，毋过迄4万块的真金是搬一个手尔，我连影子嘛无看到，跳工就互阿如领去私立护专注册，一声寄金铺啊，阁补去啊！好佳在也有逐个日的2万块通，现即阵是中旬啊，雄雄听到阿舅讲，甲救命钱回来，心肝才做一开，找家落来。金鸡89岁搬来阿伯啊因兜住，金鸡89岁带来阿伯啊因兜住2楼，阁刷去3楼。迄年阿伯啊52岁，因查某囝阿如16岁，读5年制护理专科学校2年级。跳工拄好礼拜，68岁的网童调工先敲电话互阿伯啊，讲要去因兜看金鸡。早起10点钟，网童早2来啊，入去阿伯啊台中东兴街的透天厝，先甲来啊拄互阿伯的细汉查某囝阿如，叫伊切落金鸡啊食。哪坐落来碰伊，哪问阿伯讲：恁5句啊，村夫有寄钱来无？无咧。阿伯啊，正定着随回讲，担嘛敢若5姨啊英子捌寄过钱来。你毋通直头甲5姨啊英子啊吼，讲大姨啊，就是金鸡啊的大细项代志。搁再讲5姨伊即阵77岁，嘛拢带性命，住伫万查某囝阿玲的厝，正亲嘛拢伫靠死死安尼。好啦，我才莫卡，喙应好，阿伯随阁煞话讲，阿金，咱坐落来讲2句话，莫徛着。阿金，咱坐落来讲2句话，莫徛着。人同先开喙讲，认真讲啊，大姨啊，无惊无钱，早就会使甲伊拄去官厅办的安养院，互政府去饲。哪有调工
哪有雕工掠伊即尾虫来尻川猫的道理啊？这我知，因为我头壳一段落吼，这我知。阿宝啊，虽接袂讲，是讲大舅的后生双元讲咱眼家会真无面水呢，人拢有淡薄仔变面起来，真毋情愿应讲。三句啊，讲照家己毋甲世间的金鸡啊，孤起摇翅，煞颠倒酒惨，煞颠倒酒逝别人死。上无天理的是恁阿母是嫁出，上无天理的是恁阿母是嫁出去，互姓爷会做后手。毋则讲你姓爷，姓爷毋是姓颜的，你真正是乌卒仔食过界，戆甲头壳一空。对，所以这有当中就是讲，淡仔咧讲二世、生三这条代志，我哋用什么角度来看吧？我嘛无确定。对，时间敢若到，咱就转来读那个朗读稿。这个朗读稿，迄个啥，国小组的春节2篇，第7篇加这个第8篇，好，3年嘛来啊。这个纪元，来第7篇，这是校长的茶米卵吼。当然中文是甲迄个茶米直接安尼讲嘛，所以讲做台语理论上嘛是会使通啦。总是毋知呢，我看好，我点。朗读这个物件，伊是要互人读出声情，甲迄个现场吼一寡迄啥比拼哦，像那比赛，我毋知。来，3年来咱就来读。我看这篇有几段，算6段，只是大细段当然无变大啦吼。我先读2段，3年去看读这2段。志愿我毋知啥物原因又袂起来。大家的朋友吼，Grace 了吼，感谢你读了，我毋知。王林我毋知，吼，歹势，恁有兴趣啦吼。举手就叫恁起来做伙读了，我第我就讲。志愿我看第顶段安尼，志愿你会使出声无？因为有当无看到影，我就毋知啥物状况安尼。好，咱就先来读，我先读2段，吼3年，然后志愿。志愿嘿，志愿。有兴趣的朋友举一手啦，我就讲啊，毋免真熬才开始，爱先开始才会变熬。好，来，115年度国小组的朗读稿，校长第7篇，校长的茶米卵，尤胜营。阿妈，咱来食茶米卵。头摆领着校长的茶米卵转到厝，足欢喜甲。拄踏入门，鞋仔脱起来尔，就3步行2步走，随撞入去灶骹，找当咧穿暗顿的阿嬷颠报。新来校长为着要互阮养成爱看册的好习惯，就鼓励阮暝烂去图书馆借册转来看。伊叫阮甲册名甲页数登记去哩阅读护照面顶，则阁摕互家长签名，也是转因仔。便啊看有300页。就听我换一粒芳讲讲的茶米卵做奖励。校长讲伊卤的茶米卵是偌芳偌 Q 偌好食咧，听甲我心肝头起鸟，册就变死命看。才头1礼拜尔，我就换着这2粒卵啊。对，3年我哩。参具地仔的破人啊破开，便当客啊挂，便当客啊挂，稳稳啊很贵的事，就有一阵茶米芳，随对咧冲来到鼻孔口。冲啊叫你点来讲庆烟，嘿庆烟嘿庆。请来到鼻孔口，拄长巴肚底枵，这款芳开煞感觉特别声人，敢若闻到就想要甲吞落去，甲小可小小的卵饮伫手里，
落甲乌金，乌金的两壳，顶头的笔唇幼幼，亲像大理酒，人对，气咧，甲伊等人气咧，刷落去，看甲两壳掰开，一粒金骨金，金骨金，迄个原调是金骨的地米卵就合喙音，你的合喙音无起来。金骨的地米卵就出现伫面头前咯，两块咸芳芳个 Q， 淡薄加碧色的两面圆溜溜，食着刷刷咪咪，有影是愈食愈煞趣。好，感谢啊。好，感谢啊。志源的还是玉林，我毋知，我看袂到。有第三个人起来无？来，有声音，志源读。有啊，有零，伫楼骹。来，志源读。我放假里面，是什么？赠礼品。赠礼品，就是以前阿爸打以前，阿爸打八卡那种运动，必须较济礼品，他们打路上有家，这就甲咱们就共款，好量甲打球打济，虽然咱落愈偏强，年轻落愈精彩。阿爸，我是还无介绍，我必须坐也是入主以内。好，我毋知玉林甲 Carol 敢有得着。阮读第7篇校长的地米卵，后壁佫2段。2段，Carol 要先读无？我 Carol 先读好啊。好，Carol 先读。时间咧过真紧，是讲真紧。真紧，搁再过偌月，我国小的生涯就要结束啊！这3年外，我领过真侪校长的地米卵，嘛加看足侪课外册。即摆甲回想起来，伫即间充满人情味的小型学校内底，使人感动甲难忘的故事，啊时阵就有。温暖搁宝贵的记忆，嘛满世界拢是。好，玉林阿妹。岁月渐渐在消失，册内底的故事，原说我的豆豆仔袂记得，不过校长的爱心甲地米卵的慷慨，阮会当伫我的心肝头，不管时都记条条。好，感谢。这是玉林甲伊解释啊。迄个讲法，阮当会伫我的心，甲阮会当伫我的心，语义上有真差无？我头拄读使。你甲伊，可能你的思辨是会动的思辨较悬啊，你著看迄2字就自动甲变会动啊。这就是迄个足久真有人咧讲，应该即几年啊嘛，就讲啥物迄个中文，当然原底是敢是用英文啦，讲迄个英文字的字母的排列，吼，准讲有定达，对因英语母语人伊原来嘛读会出来啦，啊，就有人试中文你知啊，啊，就讲哦，迄个中文的数字的顺序啊，若准讲有一寡调整，你嘛自动看会出来，迄是啥物戏啊？啊，毋过台语无法度啊，因为中文遐字词是大概1910年、1920年才，尤其现代汉语、汉字还是普通话即种华语、中语、中文，我毋知，反正对我来讲，即几个名词差不多是拢相款嘛。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所以20世纪以后，这个汉字的组合就是人工家己组合出来，伊无经过时间的迄个啥累积，所以台语有足侪迄种若是要做颠倒词、倒摆词，伊就是
真侪字词你前后排得无共款，伊的意思就可能无共款啦。啊，甚至佫会有含中文、华语即种做什么？什么颠倒词、倒摆词即种嘛，什么台风、风台即种嘛。啊，毋过会当下、也是安怎？这就是伫台语差不多是拢有独立的意思。啊，毋过我就讲读壳内底书评到底安怎是？就叫读壳内底书评诱去啊。只是伊这朗读稿伊的目的，敢若是要听你的声情嘛。啊，你字读毋对去，敢若无遐尼大的迄个啥影响吼。我讲无遐尼大影响，我毋知啦，我毋捌参加过，我是咧摇讲，因为朗读稿是要看你的咬字有准无准啊，声情有表现出来。听讲嘿。朗读比赛若是字，袂当毋对字，嘛袂当改字、减字、加字拢袂使。拢袂使嘛。啊，若一不小心毋对，还是减，就是可能可要讲，就互登记1分的差别嘛，敢若是安尼吼。详细我毋知影啦。所以就是目睭爱看好真认落面安尼，吼，袂使加字减字，啊，袂使头前后壁黑白换安尼。伊敢若是毋是迄个啥？当然，学生组是现主时，就是这文章拢互因看嘛。啊，到年底的时阵，就是各县市派代表去参加嘛，一个县市可能2个嘛，安尼可能20几个县市，就是佮讲30、40个，啊，然后出几名嘛，啊，就是各落项比赛嘛，按迄个时间上短上紧的2引2行嘛。然后就是朗读、演讲，啊，今年讲有做啥写作哟，就是写台语作文安尼啦。所以这个比赛，这拢是一种语文能力的训练甲啥鉴定，还是啥抽查，就讲看你平常时啊训练到底到什么程度安尼啊。有人来啊，可能嘛来啊。好，毋知咱台那个朋友，台湾这篇、台湾这篇校长的地理呢，有啥物想法看法？这个，我要问，我请讲。地理呢，如果你去讲讲地，会安怎讲较熟悉？地，我会讲地比地，我会讲地比呢。啊，你拄来讲地比哟，啊是安怎？无啊。迄个英语可能敢若 TEA 即种写法，毋过伊 TEA 翻译做，不管是翻译做中文、翻译做台语的时阵，有足侪种意思的啊。规章的对来讲可能嘛是 T 啊，结果是 T3 吼，地树嘛。啊，当然台语嘛是地树，然后蔓落菜落迄叶啊。对台语来讲，可能是地叶，对无？去挽地嘛，啊去经过制作过了后，是地米嘛。啊，当然一般大部分啊，我所知就是，伊处理到最后要卖互消费者的时候，迄是一粒一粒纳米安尼，可能安尼原理解，或做地米嘛。啊，对中文来讲，可能就是拢有做茶叶啊，然后。你去泡的时阵，咱会讲地米茶嘛，因为头前一日茶，后壁佫一日茶，啊有可能我后袂讲的吼，以我一个小人来讲，遐敢若讲中语的人可能会挑字，啊为什么叫茶米茶？对台语人来讲，会使啉的拢是茶啦，会使啉到腹肚底拢是茶啦，去添一杯仔茶来啉一下，迄个茶是一般是清茶啦，就是白滚水尔嘛。啊，只是在过去，拢一直讲茶，啊，毋过去互欢喜影响到搞茶了。啊，喝水就喝水，说什么茶啊？害我以为是什么东西。所以，迄就是因为欢喜的霸权，地书台语一寡用字用词，就会一寡古不离种爱去改还是变。所以，只要是会使啉的，拢是茶，
金叉是啥物茶？冬瓜茶、茶米茶，啊个啥物茶？几落种茶嘛。甚至真早看到，迄日本人咧分享日本人来到台湾，台湾人甲伊讲，这冬瓜茶真好啉哪。日本人是听到茶，对因来讲可能就是乌汁，迄个字写出来就是汉字是茶嘛。日本人就看到迄个茶字，日本人就有茶的印象，也是记忆，甚至喙齿、喙里就准备要迎接茶的气味啊。结果冬瓜茶一个啉落去，含茶臭到济，因就知影有的人就无得接受。所以对台语人来讲，茶米是还未泡的嘛，泡出来了，迄个茶汤就是茶米茶啊。你若烘水烘甲滚了后，不管你是好胆直接摕来啉，还是烘甲滚了后，等你冷去摕来啉，迄就是茶啊。所以对台语人来讲，茶甲水是无共款的意思啦。所以中文中语因为是20世纪才开始去甲伊安怎讲白话字化，还是白话文，还是啥，怎啊开始有一寡变化是啥嘛？尤其含因过去迄种文言文是拢无共款的定义嘛。所以含台语来讲，就会变成有足大的争差。怎有一寡人就可能会误解也是误会吧，对无？清茶、清汤、清面、清咖啡嘛，就是拢无掺其他的物件，对无？大概是安尼。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伊中文伊就是讲做茶叶蛋啦，就是茶叶蛋即马里面商店内底的，伊敢就是用一包迄啥物物件。敢若是汉料店内底有咧卖，也是安怎样？所以实际上，我会记得我当看到或者茶米卵的时阵，我了准讲是直接等茶米落去，合伊做伙滚，还是讲放伫电锅内底做伙煮、做伙杀，还是安怎不管？尾也敢若毋是，只是也是讲，迄是因为杀过了迄个两壳。甲茶米茶的茶汤的色水共款，所以选安尼改叫做茶叶蛋。我毋知影。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校长的茶米卵，迄个日月潭遐是啥物？所长的茶米卵，还有台东的啥物所在是啥物？阿嬷的茶米卵，还是啥物货？过去这半年还是去年，我袂记啦，大概无超过20个月嘛，就是因为卵，毋知啥物原因，怎啊规个欠亏了，迄个南山卖的上贵，敢若我捌看到价小是一粒13-14块哟，还是14-15块，袂记上贵。当然，你若讲你去买啥物有机的啦，你去买迄个较特殊的迄个暂时按下，因为迄种物件。有当阵嘛是在人付的，毋过一般的，就是细汉的时阵是一斤卵会使到16粒至18粒哟。当然，迄大细粒有差啦吼。我足细汉的时阵，从番禺去买卵的时阵，就印象讲，一斤卵差不多会使到16至20粒，平均起来一粒差不多1块的款吧。1块你敢若甲无到块半，你看偌久进前啦，不管偌久，反正一久。所以即马我看到的上俗的卵，敢若平均起来，鸟卵先莫讲，迄鸟卵丢了啊，迄安吞卵啦吼，迄按下不管，鸡卵的部分种看到的，敢若嘛拢8-9块、9块、10块遐。所以有可能。在过去是毋是因为有人挑工去创，还是安怎地输迄个卵按原底对3-4块起到5-6块、7-8块了，则一声真紧，毋免偌久，一2个月偌久，才拼起到14-15块以上，再搁进降来差不多9块、10块迄搭遐。所以即个物件有当阵嘛含
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经济能力有真差。半开玩笑讲法，但即阵即支股票竟然无甲几年已经10倍啊！安尼话，3年啊5年，即马2500啊，5年你是5年前，对啊，无甲5年前，较无300，搁要2.3，连带即阵即种一间公司遮尔大间，伊的公司的价值偌济，我袂记啥，竟然才10倍啊！啊，所以就带动整个社会环境、经济迄个啥物价，就带动起来啊。所以有当阵啊，用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经济敢一定爱起。目前为止，咱所知就是讲，咱希望咱的钱，咱手头的钱，会使买的物件愈来愈侪嘛。过年我100块会使买啥？我讲我凊彩袂讲，100块会使买50粒卵，我凊彩袂讲啊，50粒卵。我5万，我今年100块会使买51粒卵、55粒卵。就讲我希望我的钱会使买的物件愈来愈侪。啊，即种的期待敢是合理的？我毋知，啊是讲偌济才是合理的。所以经济活动伫咧演变，还是转变的时阵，敢是有啥物咱毋知的背后一支手伫控制是啥？这当然整个社会，伊是毋是自由、透明、开放有影响嘛？啊，政府当然有伊该做的代志嘛。好，歹势，转来讲来遮即个茶米卵即个部分，敢若自2008以后，有不了侪迄个什物中国人来台湾旅游，啊，就满世界去。我会记的就是什物所长的茶米卵、阿嬷的茶米卵即种的，敢若真侪所在拢有出现啊。啊，当然这种物件也毋是啥物太高级的，啊，只是一个方便，你无通食的时阵，食只煮鸡一个啦。啊，其实卵，我感觉嘛算袂歹的迄个啥，卵白质的来源咧。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迄个乌娜吼，乌娜拄则无读着，试完走去。啊，毋知台顶个朋友，是台下朋友通要读，是乌娜拄则无读着，啊是要读一半，会读志源拄则读迄个第4段嘛，安尼还是信号无好，所以我全无看到志源。安尼是毋是迄个啥？廖玲，你读2段好无？应该个会使读。啊 ，Carol 读即段算无细段的，然后Una 读2段，啊，志源读后壁一段。伊拄则志源是读第4段嘛？啊是Una读第4段。志源咧读后壁2段，安尼好无？好，廖玲，互你读2段，然后 Carol。第7篇，校长的茶米卵，优胜营。阿嬷，咱来食茶米卵。头摆领着校长的茶米卵转到厝，我欢喜甲。拄踏入门，鞋仔脱起来就3步行2步走，随撞入去灶骹，找长咧传暗顿的阿嬷颠簸。新来的校长为着要互阮养成爱看册好习惯，就鼓励阮暝烂去图书馆借册转来看。伊叫阮甲册名甲页数登记起。伊叫阮甲册名甲页数登记去阅读护照认证，则搁摕互家长签名，还是转囡仔。便若看有300页，就挺好换一粒香滚滚的茶米卵做奖励。校长搁讲伊卤的茶米卵是偌香偌 Q。偌好食咧，听到我心肝头
听到我心肝头起了，册就拼性命看。才头一礼拜尔，我就换着这2粒蛋啊！好，感谢啊。好 ，Carol 换你。遐伊拖领啊拖开，电动车啊挂，有那掀开的时，就一阵地味香水对咧冲来到鼻孔口，拄长巴肚里后，即款香气煞感觉特别声啦，感觉闻着就想要甲吞落去。还有小看小小的两阴蒂、手里。落甲乌金的两壳，顶头的笔痕幼幼，亲像大理石的花草，自然阁有艺术感。踮册桌啊顶流啊出啊，甲连连刺刺咧，转落去看看甲两壳掰开，一粒金骨的地味卵就出现伫面头前咯。地咸咸芳芳，两杯咸咸芳芳各飘飘，淡薄仔咖啡色的两人圆亮亮，食着刷刷绵绵，有影是愈食愈煞脆。好，感谢啊。有一摆，我共翻炒2粒战利品，转去请阿爸甲阿母食。阿爸哪爬壳，哪甲阿母讲，笔痕较济的地味卵，香气嘛愈重就愈好食。这就甲咱的人生共款，考验甲打击嘛愈济，自然咱就会愈坚强，人生就会愈精彩。听阿爸安尼讲，我是听无解捌，毋过笔顺愈济的地味卵，有影是愈有滋味呢。好，感谢啊。安尼志华你读完？读到尾啊。嘿，对。伤济你，你无要紧，安全自在。时间咧过真紧，搁再无偌期，我国小的生涯就要结束啊！这3年外，我掠过真侪校长的地味卵，嘛加看足侪课外册。即马甲回想起来，伫即间充满人情味的小型学校内底，愈人感动甲难忘的故事，读时阵拢都有温暖佮宝贵的记忆嘛。换世界拢是岁月渐渐咧消失，册内底的故事，凡世我会豆仔袂记哩。毋过校长的爱心，甲地味卵的香气，稳当会伫我的心肝头，不管是多记条条。好，真好，感谢啊。迄个我感觉志愿的腔口可能甲我嘛有不哩也无共许，也是有相当的真差。就讲听起来看起来，因就讲迄个朗读稿就是敢若展现你的声情。当然，展现你的声情嘛，现在文章有材料展现啊无？这篇文章是 OK 啦。而且听因讲，早期的文章是毋论述文较侪时阵歹展现，就看功夫。即几年啊，投稿的人有较侪了，就敢若会较精选迄种，会使展现声情的。听起来看起来是安尼，毋过听你讲嘛是投稿的人无够侪，才会延长1个月安尼。所以实在是真感谢，真啦，真鼓励各位朋友会使投稿看卖啊。我是还毋捌投过哦，我无去用选着，袂晓写啦。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想要来请教。叫做台文通讯。对，嘿。所以咧，台文通讯啥物意思？我是捌听过人有咧用，当做伊用甲真济啊，就无知。台文通讯网报进一期是自头到尾对
方面第一页甲上尾页就是册底掀过来安尼，敢若是50统页吧。内容的部分46至48吧。因一开始的是8页嘛，对无？迄个1991年当时头前8期8页嘛，第9期以后变16页，啊20几期以后变24页，然后就一直到买几期拢即个页数，然后什么2012年理工局基金会因接续落去办了，因为因是含迄个啥，台文通讯甲台文网报合并嘛，所以尽可能搁伫展览，就是伫各样展，啊可能转有一寡人有无共意见，就是讲，可讲第一，台文通讯徛今年算35年的纪念。也毋过2026年，原来是台文网报的30年，啊，所以就有人在讲，啊，你即摆杂志叫做台文通讯网报，安尼你的年稿你要安怎算？不管安怎算，拢有人有无共意见嘛。啊，现主时，台文通讯网报因有伫咧算定稿，定讲，台文网报创刊到达30年。啊，这30年你若读过也是安怎？是毋是会有一寡想法看法，通好去投稿啊？所以，因为2012年甲合并了后，名称就直接甲合作伙，啊合作伙迄个年稿安怎算？其实这就是会有一寡安怎讲，可能会重大的所在，还是讲无共的人就是无共意见啊？这真正。我嘛毋知影，啊，所以台文通讯网报网络顶悬有迄个啥文本通好读啦，啊，只是目前我看伊敢若网络顶悬的文本，无每一期，无每一篇拢听好读啦，啊，所以我就拍算讲，咱是毋是，等于嘛算配合好啊啦，吼，就是甲即个115年度的朗读稿读完了后。咱来读迄个台文通讯网报的杂志的内容，因为我感觉，我想要加读一寡人的作品。虽然讲台文通讯网报遐个投稿者未必然拢是，真厉害的写作家、作家不管，也毋过嘛是有一寡，安怎讲？可比讲。伫读的拿顺水的作品，伊嘛有伫迄个台文通讯网报内底连载过，吼。陈瑞生的作品嘛是，个有啥？进前是向杜信良，所以其实嘛是有一寡作者，伊试过去投稿，然后台文通讯网报捌收录过，还是有看过。啊那呢，是毋是咱加读一寡无共人的作品？啊，你若对遐个人有兴趣，你才家去挑找相对应遐个人的作品来读念。若准讲伊尾啊，转真正有出册，我是安尼想啦。可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咱来读后一篇灵隐的滋味。哦，这灵隐各位朋友应该知，就是单头大尾敢若买几种的腔口差吧。我这边几条金两三。我那嘛6段，安尼怀dit，我先读一段啦吼，然后Sunny第2段，玉林第3段，最后2段，我就讲这敢若无好，好啦，我反正咱先读一段啦吼，尾，应该拄仔讲一段拄仔好嘛吼，只是我毋知啥物原因。字源的影要是无出现，安尼字源的尾读好无？好，我读一段，Sunny第2段，玉林第3段，Carol 第4段，Una 第5段，字源尾段呢。好，咱来读一篇。第8篇，115年度国小组的朗读稿，第8篇，詹庆珠。上台湾台语课的时，老师讲到一句俗谚：7月7。灵隐乌石榴笔，
煞我想到当年的热人来讲，阿公因兜的灵隐，拢会规丛生甲满满是，一拍一拍，想到就互人强要流喙烂。从我去读国小开始，逐摆若歇热，我就会吵阿公，我就会吵阿爸阿母，赶紧带我转去，因为阿公因兜遐有我上介爱食的灵隐，一粒一粒若细细粒仔的电火球仔，挂伫灵隐丛的树仔尾，甲日头光拢包伫内底。啥年话你？记得有一年，阿公徛伫你啦，就是你甲推去，你甲推面，推哦，你啦推面底啊灵椅，有一个面顶哦，你甲推面顶。你啊推就做一支那个车得个车，哦，你啊骹甲灵灵啦。啥人知影？因为我家上细心，你个炒一个伤大人，灵椅线雄雄，哪像落雨，一粒一粒踏落来，拄好拢会天，这是天伫我的头壳，害我带一条一直梳头壳，大家把酒掠我上一个笑甲拢笑甲变过去。阿公嘛本身笑讲，请你食灵椅，互你考试第一等。好，感谢啊。灵眼壳打开，内面若像一粒半汤羹的水晶，加一喙，甜蜜蜜的滋味。是偌尼幸福的，有当时啊，我会招囡仔看比赛，看啥人食上侪粒，大家就一人摕一块碗底灵眼粉，到尾我食上侪粒，大家拢叫我大食感谢 Carol 你。亲的灵灵，阿母对甲食袂起的，摕去泡做灵眼干，灵眼干咧泡热的时。规个门口埕拢芳讲讲，连到遐甲入芳就拢我来提芳。幸好灵眼干泡好了后，我拢定定放几粒仔伫细盘仔内底，下课的时当做细修啊，嘛会分互同学食。因拢一个就讲，这是恁兜家己泡的哦。真正有够好食的。好，感谢啊。我上介意热天的麦阿嬷，大家坐伫灵眼树骹纳凉，哪食灵眼哪开讲。阿公拢会讲伊少年种灵眼丛的代志，佮讲伊细汉的时无啥物佚佗物仔通耍，就靠爬树啊灵眼做伎娘。我听听咧，嘛想讲，家己大汉了后，敢会得通种一丛家己的灵眼丛？好，这个你阿伟感谢。微微的滋味，对我来讲，若是佳绩，搁较是处理会当互人欢喜，甲笑嗨嗨，欢喜甲笑嗨嗨的气味甲甜，逐摆食微微。就会想着阿公甲我疼惜的笑容。好，感谢。你的灵隐的音敢若，我毋捌听过呢。我拄则看到单头单尾有卖几种腔口差呢。啊，试完你的音，歹势你会使搁读念一届无？这个歹势。嘿，你的有你讲，歹势你搁讲一届。我有大底迄个确认。哦，你大确认 ，OK。微哦，微。啊，你个声起来怪怪的，台湾较无人讲安尼啊。嘿。敢若海口伊几位来？嘿啊。因为目前教典所收的腔口差，拢是歌甲了的声母，无的声母，所以有可能因为。这个的声母真正无好发，
啊，所以无好法，敢会是因为安尼传来到台湾了，迄个鹅的声无就变歌，啊，所以就是硬硬，啊，所以有可能原底就是啥，软软软软，软软，所以真正就是让一个海劫吼，咁样安尼讲，啊个时间上的真差吧，全失去啊，软软啊。所以过来就是迄个软甲硬后边迄个 ing 嘛，是毋是？就敢若迄个啥，宜兰腔和目前台湾的通音腔嘛无共嘛，佮讲酸酸是 ng 伊会变 uynn 嘛，所以是毋是类似即种的？因为目前可要讲，所以志源所讲的即个就是迄个调。有保留的，就是第一是第五调，第二是第二调。啊，当然变调佫牵涉到你是啥物所在变调无相款嘛。啊，毋过至少还原去本调的时阵，迄个调是无变的。我讲的无变，就是讲第一是第五调，第二是第二调，吼，这个无变。啊，过来就是差不多规个字的声母，甲后壁韵母，就全拢算无共去啊。即马目前伫台湾遮，就拢变 ing 的韵母啊。有啦，迄个啥，台中有一个较特殊的做梁影，伊是 ling， 即个算较特殊的。啊，当然我看到伊金门嘛有一个爱的音来变银爱，所以等于是讲目前看起来就是金门偏专腔迄个第二字有保留迄个的声母，甲志源所读的即个拢是的声母有一字是相像安尼，剩的台湾的声母拢含迄种无共啊。啊，迄个对，伊讲宜兰偏专腔甲台南的混合腔后壁迄变一个的音，灵境甲银境，这真正可能较足出来的。好，毋知咱。请问志源一个问题，就是讲，志源头拄仔咧念迄个所长的校长的第二两个腔口啊，吼，甲头拄仔念即个零零的字字，即个腔口，我听起来是无共款的。咁明请志源甲咱说明讲，伊这是啥物腔？因为我当时迄个台湾话即第二条的即个。有当时我读高港，有当时都读高边啦、高北，所以听起来有小可安尼无相款。对啊，这是毋是有特别的迄个？某一所在腔遐，敢是某一所在腔？因为我感觉志源的腔口吼来念咱的迄个拢读过，听起来吼感觉加足好听的。嘿，对，所以我就想要，我上头当做是讲是六角，听起来敢无啥像六角。啊，所以我一直咧想讲，到底是啥物腔？啊，毋过像我头拄仔，你头拄仔顶一篇的腔，甲一篇，甲你头拄仔念一段的腔，我听起来是无共款的腔口，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讲你这是啥物腔安尼？哦，这就是分林迄位啊，去海口遐。分林口挖海口。敢是台西的海口腔？这台西的海口腔敢无共？敢若听起来无啥共呢？要安怎讲？阮阿嬷是台西人，无毋对，啊，毋过常用数表解说呢，所以恁的就是属于海口腔，你讲的这就是较挖海口腔嘛，是这个意思。对。啊，那海口腔就是安尼有可能啦，安尼就较挖泉州腔是不是安尼？应该是讲安尼无毋对。啊，所以听起来对，所以有当时我会感觉你有一点仔，因为迄个老泉州迄种的感觉，所以我有当一直想，这敢是，如果敢若毋是安尼。好，安尼，你的意思说这就是属于恁云林迄边的海口腔就对啦。是。哦，毋是，因拢毋是六港，我听起来，因为我足认真听，我听过个拢足认真听，我感觉这敢若无像六港腔，顶个我就想要甲你请问。
所以这就是，所以结论这就是属于较混入迄边海口腔啊呀。没错没错。哦，啊，还有就是讲，恁的迄个，你头拄仔讲的迄个胃，因拢就是咽甲胃的迄款的无共嘛。啊，只是敢若聆听有即个变化，啊，其他的音有即款的读咽，啊，恁读胃的迄种的无共无？敢有其他的事？啊，是敢若讲，你伫你的记忆内底就是胃，敢有其他的事？这理论我伫网络顶有找到资料呢，我要讲一下。好啊，请你分享一下。讲是安怎会安尼？外乡人听到较济人是听较无的。因为来看胃后尾字胃，明明就是干字无对，即字干的白话音，伫厦门甲漳州的海淀腔是讲最紧。反正漳州龙溪腔是讲最干，东华腔是讲最矮，泉州腔正是软。小等下，这字初看外行啥拢无，毋知迄是啥骨头。帮我这点我讲法，但是列位敢知影伫闽语，尤其是莫讲闽台话语系内底中有声母类化、文母极动化的情形。理论讲，厦门话灵应讲做静音，后字零的声母本然是 L， 结果读做 G 歌啦。这字就是声母极动化，也就是讲零字的声母后壁字，后壁迄字的间声母接字过以生，以到按 L 变做 G。泉州的妹嘛是同款的道理，头字零的声母同款是对后壁字的按声母生。我读出来，我嘛其实嘛啥拢无。我知影你咧讲啥，你讲迄就是咱台语就定定即款的，确实有定即款，即就是讲逆向的动画啦。啊，这就是声母的部分。啊，我要讲，我头拄来就是我是咧问韵母的部分。哦，比如讲咱讲的英英，像咱现在讲英英伊韵母就是英嘛，对无？哦，啊，恁的恁的韵母就是胃，就是胃嘛。啊，这就是像头拄马文伊有讲着，就是讲像有的所在，亲像宜兰腔的水胃吼，咱的酸就变胃N 正啊，英就变 N， 有即种的无共，即种的差别嘛。啊，就是讲伊了亲像英即个物件，咱的胃吼，伊是毋是英变胃？是咱听起来是毋是英变胃？啊，除了英即个词以外，佫有其他的词是共款是，咱念英的啊，伊的即个所在的腔口会变做是胃啊。我是咧请问这个问题安尼啦，这是我较好奇的所在嘿。我佫知影真济。对啊，你若有机会，会当请你分享一下，感谢。就算明明，阮遐讲催名，啊佫即间房间的间，我会讲即间房间，啊佫啥物啊？就是紧张煞点去歹势。所以房间你嘛有即个房间，不过伊变做有拼音嘛，嘿，而且可能有当时有拼音的差别，房间、吼，对无？伊毋是房间，伊是房间，伊是有拼音的嘛。啊，你还要去讲另外一个是啥？除了房间以外，房间以外，还有啥物无？清明节的即个催名，我袂讲催名，啊佫一千两千块。清明变催眠。清明哦，歹势，清明吼，催，对，伊就安尼，伊就是共款嘛，音变有拼音的胃嘛。
对吧？对跟催眠哦，催眠我催捌听过，催我捌眠，听过，嘿，清明变催梅，清明催眠，变催梅，啊梅催眠，嘿，变有梅嘛，鼻音，就是音变梅嘛，嘿，音变梅。嘿，就是梅的鼻音嘛，对嘛？对对对，了解，感谢感谢。好，感谢志源甲咱分享，这真正就是因为在过去伫台湾遮，尤其日本人去做纵贯铁路进前，逐所在，因为交通无利便，所以根据洪家英教授的调查嘛，伊迄个什么风音地图啥迄嘛，就真正隔一条溪，以现主时吼，咱来看，嘛才隔一条溪嘛才差偌远尔。啊，问题，迄渡船坐过，无逐工逐不时拢有咧渡船的，而且1908年进前，日本人来进前，差不多即个船头甲迄个船头是无啥咧往来啊，咱就是伫遮，即个船头伫遮过好势啊，根本就袂往来，啊袂往来，语言就袂交流啊，袂交流，伊就保留伊原地迄个嘛，所以王家英迄个风音地图就是照溪流伫咧分别的，南岸北岸就是有真差啊。因伫迁徙的时阵，就是拢顺迄个两岸的迄个啥，地理位置去徙，袂遐尼简单就竟然讲对溪南徙去溪北，对即条沟的东边徙去西边，袂真罕有即种的啦。所以语言真正就是对人伫咧生活，也是对人伫咧转变嘛。用引证腔迄个，因为我嘛是正式学台语文，尤其是迄个人讲的白话字迄个部分的时阵，才知影讲，伊白话字写 eng 的时阵，对咱正读到波罗马字的时阵，迄个 eng 白话字 eng 就变 ing。啊，正志源甲咱分享就是迄个 ing 去到较晚下门迄搭，遐是较古早迄个。吼是较古典迄个就变 UI， 吼，来 Carol 啥物甲大家分享，请讲。歹势要听声音，还是拄则迄种诶。啊，所以啊，请讲。好，反正腔口这物件真正就是各地方有伊宝贵诶所在。啊，当然在过去可能。我无确定啦吼，感受文献留落来。那总有文献，不管迄个文献是毋是真正记录迄个腔口，有可能无一定是啊，可能什物关字，还是什物地方字，还是啥，迄就是记录在地的事件，还是历史，还是故事嘛。尤其用汉字去写的，现主是咱是读袂出来迄个腔。也毋过在地人是毋是应该尽量将因迄个腔口用现主时咱有法度知捌的方式留落来？安尼我感觉，才有法度呈现迄所在的特色啦。台湾368个乡镇市区哟，敢会怎安尼讲？因为迄个368敢若是包括金门马祖的款，我袂记啦。因为足久以前，2000几年吧，有一个什物319乡镇嘛。啊，当迄个319，敢若是因为宋楚瑜伫咧行大的时阵，甲迄个台北市高雄市，以前台北市高雄市排除嘛，所以敢若319。啊，368敢若是甲所有直辖市里岛外岛遮拢乡镇市区拢算在来，才会368。啊，边仔政府时代又推一条做一乡一特色。OTOP One Town One Product， 也就是讲，每一个乡镇市区应该有因的特色的所在。所以我感觉，迄个特色当然是在讲具体的物件，吼，比如讲三甲的迄个什么染节，就讲伊用这种食物去拟布嘛，爱拟出来是可能蓝色、空色这种色水嘛。所以，大家乡镇市区应该拢有因和别人无共款的。
迄个 OTOP 是针对具体的，所以我感觉即个语言、即个腔口，敢嘛是会使正做一种特色来保留。无讲实在，你讲遐物件，你讲灰啊，你讲碗，你讲木雕，甚至可要讲高雄迄个什么所在有迄种或者啥叶，对无？伊当年清明拢会牵线嘛，所以这物件有形无形的具体，或者是UNESCO 其实伊嘛有针对或者啥非物质文明嘛，也就是讲。伊毋是一个具体的会使食、会使穿、会使用的物件，毋是食的，迄就是具体是物质嘛。若毋是具体，就是因即摆是家定义做非物质嘛。即个非物质，我感觉嘛是真做人类的一个算啥文化宝，我是安尼想。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目前为止，咱过去读的即8篇拢是国小做的啦，吼。当然我毋捌去参加过，我嘛是累积出来的所知捌的。即个累积出来所知捌就是启路可能有较接知捌即个代志，就是讲即个朗读课，可要讲的。我所知是听伊讲，学生囡仔的部分，敢若就是无需要家拢总读完。因为伊就是要去看伊认捌这个字的程度，甲伊安怎掌握这个字、加字，也是显现声情。甚至在过去，我听伊讲，袂输那咧搬戏的迄个肢体动作有够含的含啊吼。所以尾啊，听伊讲，去年准年开始才甲迄个演说吼，还是演讲，我毋知，反正真假也是有。另外一种什么情景式演说吼，就是互伊敢若四格的图，叫伊第偌久的时间来，甲迄四格图表演出来，吼，甲伊内底物件讲出来。朗读强在是朗读，所以这其实对咱来讲，就是你若有掌握到即种能力，你若有拄到可讲配音的，或者是。有机会去新闻台食头路做事吼，因为你读念稿的时阵，其实嘛是会使有一寡含迄个文字相对应的声情出来啊，因为也毋是机器啊。当然，各位朋友目前为止应该捌听到机器的声音嘛，迄个什么 Google 还是什么迄个啥，人咧传送迄种低音音迄。迄个敢若拢无啥物起伏的声情啊，就纯粹甲迄个文字声音化尔啊。当然，咱一般的人来讲，就是听有伊咧讲啥就好啊。毋过，当你若有才调，甲即种能力练到你的骨内底吼，练到你的骨髓也是安怎？你若你的声音够特色，吼，你的声情显现得出来。安尼凡事你就听到靠这食穿啊！我感觉这个物件应该是不管伫倒，拢会使有伊的路用啦。我是安尼想。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所以林颖这个本件就是有无共的腔口差，然后这个作者写林颖的这个注意安尼，这个林颖。反射，我无确定这篇文章当时形成，当时投互评审选入提出来互大家读嘛。所以这写作的物件其实就是应该是讲，咱拢会使做这种或者啥自我训练、自我学习吧，去记录你日常生活当中所拄着一切嘛，就讲。无需要一开始就写到遮尔多嘛，700字、800字啊！你听我开始去记着你所拄着、看着嘛，对一字、一词、一句、一段开始去累积嘛。写久来，自然就你的作品啊，应该是安尼啊。因为一个语言就是爱有听讲、读写，吼，现主是咱处理的是算读嘛，你看着字你读会出来。
当然，你有你的腔口，我嘛感觉咱每一个人腔口应该是有伊特殊的所在，还是宝贵的所在，要去保留落来。剩下的部分，可能暂时我其他家我无落处理，毋过我感觉你每一个咱，可能拢会使家己去努力拍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迄个Sunny 还是玉林，敢有啥物想法看法？迄个我正是拍算甲115年度的朗读稿甲读个完啦吼，这是台湾读小组嘛。虽然讲即个拜六礼拜就可以，毋过听讲风台要活来，毋知影响着毋知影。看dit，咱着大概应该会使读到拄啊月底吧，我咧想我咧用。时到拍算要来读即个台文通讯啊哩，台文通讯网报吼，然后顶悬对200几期有，我手头的纸本是我袂记300几期啊，开始有。当然啦，较进前的若准讲有一个较正常、较完整的迄个纸本，可能嘛才捡出来读安尼，可能暂时先就我手头有的纸本一期来读起安尼。真上新的是，387条我袂记只，应该387吧，敢若是。迄个文章我感觉是拢，就讲，互咱读会出来讲，迄项已经出做册的文本有真差，就敢若咱读这朗读稿，国小组、国中组、高中组、社会组、教师组这有真差共款。你感受到迄个真差，看会出来迄个真差，你嘛听好，开始磨你的笔尖啊！你，我是安尼拍算。无咱家己笔尖啦，无你无你的，我无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的即个朗读稿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分享、网交流。安尼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